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0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总统川普甲日本首相戈奇早苗伫美国白宫见面，有日本记者问川普无先通知要拍伊朗，川普是讲当初日本要轰炸珍珠港的事嘛无成功。国际原油一卡零起发200块美金，中油嘛已经吸收超过33亿台票，我感觉真关心讲咱国内油价敢会起。央行宣布讲要释宽放任房贷信用管制，今仔开始，民众买第2间厝贷款对5成，让调悬到6成。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甲日本的首相戈奇早苗，昨是伫美国的白宫见面，这嘛是戈奇早苗伫上任了后头一届去美国访问，双方嘛针对伊朗的战争来交换意见。有日本记者是问讲哦，川普要拍伊朗进前，那无先通知日本呢？川普是回讲二战的时，日本要轰炸珍珠港的时，嘛无先通知美国。伫边仔戈奇早苗表情是真硬硬哦。不过，戈奇早苗嘛强调讲，日本是反对伊朗来发展核子武器，冇提出稳定能源市场的办法。伫川普不满盟友无派军舰去荷姆兹海峡的时，日本首相戈奇早苗19访问白宫，这是伊上任了后头一届。记者问川普，谁那伫对伊朗发动攻击进前，无大声通知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川普立场真硬，讲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往事。Because we wanted surprise. 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Okay?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Because of that surprise, we knocked out, the first 2 days, we probably knocked out 50% of what and much more than we anticipated doing. 面对中东的战争，戈奇早苗强调日本反对伊朗发展核武的立場，譴責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峡，威脅全球超過90%的原油供應線。これは非難をし、そして茂木外務大臣からもイランの外務大臣に対してもうそれをやめるように申し。戈奇想要強調美日聯盟的關係，在這進前，川普怨嘆包括日本在內等等的盟友，無幫助保護荷姆茲海峽。Look, I expect Japan to step up. Because we have t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and we step up for Japan. In the case of Japan, I hear they get more than 90% of their oil through the strait, so that's a big reason to step up. 了后，戈奇随家己伫转向更较大的战略战术，强調美日伫高科技供應鏈甲資源的密切合作，是應對國際局勢變動的關鍵。から世界のエネルギーマーケットを落ち着かせるための提案も持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この後主に経済安全保障、重要鉱物ですとかエネルギーに関する協力、そしてお互いに強い経済を作るための。雙方也講到甲中國的關係，戈奇強調日本將基本對中國是保持開放對話。川普是講有計5-6禮拜後會訪問中國，向習近平邀了日本會談美港貿易。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来看美国甲伊朗已經整3禮拜咯，白宮嘛表示講，按算要向國會來追加2000億美金的戰爭預算。國防部長赫格塞斯是強調講，打擊歹人是需要錢。佮批評講，媒體佮歐洲國家攏唔知影通感謝。有消息嘛指出講，伊朗是拍到一隻美國 F-35的戰機，也毋過美軍是強調講，人機攏平安。另外，歐盟領袖當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來召開峰會，反對講油一直起價。歐盟領袖嘛呼籲講，應該暫停對中東地區能源甲供水設施的軍事攻擊。美國總統川普伫白宮接見日本首相戈奇早苗，證實五角大廈當咧向國會來追加2000億美金的戰爭預算。川普講，為着應對即馬戰爭的局勢，而且閣有前一任政府甲彈藥攏用了，所以這筆投資就一定愛有。雖然外界質疑講即馬戰爭安尼拖平，毋過川普講，美軍是世界上界強的，面對伊朗上百粒的飛彈，嘛會使全部攏甲炸落來，所以追加預算是有必要的，會使確保美軍的實力。I rebuilt the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 Biden gave away so stupidly to Afghanistan a lot. He didn't want to move it. He was too lazy, too stupid to move it. But it was a very small amount. It was a lot, but it was very small relative to what I purchased and what I built. 毋過，即馬傳出伫咧戰場，美軍 F-35的戰機去互擊落來，美軍敢若表示講飛行機有安全飛落來。若有媒體批評，即個戰爭已經是拍甲吊車。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伫咧五角大廈報告的時陣，伊態度大正嘅，講即馬美軍當咧甲
伊朗的军事重点甲炮害去。迄个赛事佫骂欧洲的盟友，批评欧盟袂晓感恩，强调美国是咧替自由拍拼，各国应该甲川普说倒车，毋是伫边仔看好戏。$200 billion. I think that number could move. Obviously, it takes money to kill bad guys. The world, the Middle East, our ungrateful allies in Europe, even segments of our own press should be saying one thing to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即马美国嘅态度大家正硬硬，欧盟领袖伫咧布鲁塞尔召开峰会，欧盟执委会主席邦德莱恩强调，即马局势已经造成正大嘅无稳定，也佫有苦难，因为卡达嘅天然气设施恐结掉，天然气嘅计数19已经起3成，严重威胁欧洲嘅能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宏嘛讲，法国敢若支持防御，拒绝即个战争佫进一步来升级，呼吁各方唔通佫去拍民用，也佫有能源嘅设施。It is causing great instability, suffering, and growing risks far beyond the region itself. And this is why we need de-escalation and maximum restraint,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因为美国是一直互人压力，也佫面对能源的危机，所以国际即马各国开始有联合的行动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甲日本19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伊朗最近伫咧波斯湾去击无武力的这商船。若6国嘛明确来表示，因准备来投入适当的行动，来确保规个荷伯兹海峡的安全。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虽然美国甲以色列真侪届哦，拢讲伊朗陆海空的武力已经受到控制。也毋过哦，伊朗是继续空袭以色列甲波斯湾国家。伊朗的南帕斯天然气的产区嘛受到以色列轰炸。伊朗嘛呛讲，若佫受到攻击，因会尽全力来毁掉波斯湾国家的能源设施。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空袭警报又搁咧弹，对当地时间19半暝到20透早，气氛是真紧张。We are winning, and Iran is being decimated. Iran's missile and drone arsenal is being massively degraded and will be destroyed. 波斯湾四边国家的能源设施，有关继续受到伊朗的无人机甲飞弹的轰炸。伫伊朗重要的兰佩斯天然气站，互以色列空袭了后，伊朗呛讲，若佫受到轰炸，对波斯湾四边国家的能源设施会进行无限制的报复攻击，国际能源市场会愈紧张。分析师认为，进前空袭加上荷姆兹海峡航行受阻挡，引发的油价起价算是暂时性的。不过基础设施若继续互破坏，长时间以来对市场的冲击就真相重。If the attacks against the infrastructure, the oil fields, the gas fields, and the processing plants continue, then it'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to fix that. 另外一方面，波斯湾国家应该地认为到目前为止行动阁算有准则，不过也警告伊朗唔通软土深骨。Unfortunately, with the Israeli attack on the South Pars in Iran, and then responded in tandem by the Iranians on various oil and gas facilities across the Gulf, if that continues, and especially if we see human toll increasing, then that could mean there could be some retaliation out of defense from the Gulf states. 面对各方质疑，是以色列害美国嘛，就要聊落来。纳坦雅胡公开反驳指出，美国甲以色列分别有暗算，无啥人害啥人的问题。Israel acted alone against the Slawiya gas compound. Fact number 2, President Trump asked us to hold off on future attacks, and we're holding out. 纳坦雅胡也指出，伊朗的核能设施差不多拢乌有去啊，未来已经无提炼浓缩铀的能力。国际新闻，戚家人报道。因为战争哦，国际原油一桶已经起破110块美金咯。那反映原油的计价，后礼拜咱国内汽柴油1日就爱起5块，佮加上进前哦起的，重要是讲汽油哦就爱起12块9角，柴油哦就爱起15块5角。也毋过哦，政府是爱中油先家己吸收，所以最近2礼拜中油嘛已经吸收新台币33亿咯。经济部是表示讲，有替中油来向行政院争取增加3500亿的预算。因为中东的战火，致使国际原油供应的危机，经济部19暗铺文强调，伊朗持续封锁荷姆兹海峡，中国、韩国、法国等等核电的大国嘛受到影响，包括波兰的原油起6成，杜拜原油嘛起1倍。外界关注目前台湾2项因应措施，以及亚洲邻国上加介绍平稳的机制，甲专案平稳的机制，后礼拜可能无法度阁无起价。中东的情势，所以副院长才会召开物价的顾问小组。另外，对于油价
还有股市的发展，还是进行每日的监控，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中一粒卡达能源公司起予飞弹攻击，隶属布兰德原油一桶超过100亿块的美金。事实上，照中油联动的中档指标油价，目前已经超过一桶140块的美金。根据普通油价的机制，后礼拜汽油、柴油一日恐惊会调悬4块7到5块，若佮加上进前无起的金额，可能做一届会调整12块9到15块半。吸收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点风险啦，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说未来的整个这个国际情势还是就是说我们财政的情况是更好还是更差，动涨的话有这个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外界预估，战争若是拍到9月份，中油吸收的金额恐惊会到400亿，和中油的债务会当讲是无比严重过。目前监视个压力卖起价，中油也未说明。不过，经济部表示，目前中油希望争取3500亿，经济部已经同意，而且已经送去行政院争取编列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油的前执行长期限，第111年涉及钱2700万哦。反映当时是基爱一档600-500万交保，有做电子监控，嘛限制客家出境甲出海。这案23就要一审宣判咯。也毋过，昨刷传出讲，期限的电子卡夹伫屏东的慢慢已经破坏掉，人嘛已经消失了。高雄桥仔头地方法院是表示讲，已经发布通缉，这嘛是咱国内头一件被告破坏电子卡夹浪港的案例。但是有一些居民是新搬过来的，靠近我们这个区域嘛。这是2009年高雄中桥大篮厂油气外漏，中油前执行长期限代表说明的画面。期限111年，因为涉嫌透过职务贪污2700万，和桥仔头地方法院裁定羁押。112年用500万交保了后，限制自己出境出海，而且爱挂电子卡夹。逐礼拜3拜6爱伫门牌货码头前翕相汇报，想要到才拄回报线，19下晡就传出电子卡夹伫屏东万峦互破坏，人嘛走甲无看影。桥仔头地方法院随发股票，全面敲吹，而这也是国内头届发生被告破坏电子卡夹浪港的代志。被告在周3晚间完成电子报到后，本院在隔天，也就是3月19日周4下午1点55分，被告佩戴的电子脚环遭到拆卸。我也不便问他太多了，我说你婆子说都去哪里？他说他说去屏东庙里，还经常往屏东庙。他说我很初一啊。大附近的劳动司讲，昨早起9点外，看伊要出门，阁有小姐问，期限救急爱保重身体，哪会知影代志变安尼？桥仔头地方法院伫高雄屏东敲吹，到20早起也找无人，除了没收500万的保证金以外，也对期限发布通缉。只是外界好奇，电子卡夹设计敢有法度靠人力破坏？专家学者拢讲，确实有这个可能。感应的线圈才是铁质的啦。那所以基本上是可以用人为的方式来做破坏啊。24小时都监控你的这个行踪，那它会在地图上也显示出你移动的热点。它因为是卫星监控的，所以它常常会有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会发生这种断讯的问题啊。学者表示，因为电子卡夹是靠卫星监控，这回期限可能是利用一寡角头信号较弱的所在来破坏电子卡夹。这也显示出电子卡夹不是万灵丹，无法度全靠机来防止被告浪港。记者柯秉正、柯家族、柯超雄，高雄屏东综合报道。来看国造畅水南海鲲号等的测试，总统赖清德总是上船南来了解进度。海鲲号的内部包括餐厅、紧急医疗设备、阿兵哥的捆绑，嘛拢公开哦。总统表示讲，畅水南是反制海上封锁真重要的工具，是维持台海安全真重要的关键。另外，美国上新的情报评估是指出讲，中共无计划要伫2027年来拍台湾。咱国防部长顾立雄是强调讲，中共一直在进行军事扩张，咱着爱来提升自我防卫，才会当来确保安全。头一届起立国造畅水南海鲲号的甲板，这是历史上的时刻。总统赖清德关注海鲲号测试的进度。直到头一届上南时道，防公司相关机密的海鲲号内部也对外公开。对外面来看，海鲲号空间无看，是现代化的设计。赖总统巡视紧急医疗设备，也去到餐厅，遐有蓝色的2点长椅，用餐的环境真舒适。房间的部分是3站式的吊铺。赖总统也关心床边的杂光卡顶，确保官兵的生活品质。潜舰是我国发展战略核准的重要工具。也是反制海上攻守、后打战略纵深的重要防卫武器。
另外，大总统阁指导海军256舰队掌握现役的舰量级畅水艦性能提升的进度，海龙号带头先完成性能的提升，安装新型的畅水吊架。另外一只海虎号按算年底完成升级，水下作战能力会当大大提升。也拿第船并海军号落过高船，国防部的部长顾立雄20回应，会照部来无设时间表。也是在安全确保的情况之下，把它做到完整。完整之后，我们再来进行交建。交给海军之后，那要那个进行在不同的这个海域进行那个航行测试，可能最后那个重头戏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武器系统的这个运用的测试。那这个可能都要就由海军来进行。那这个大概是不可能在那个台船进行的。也拿美国上新的情报评估，中国无计划在2027年侵入台湾。不过顾立雄警示，中国的军事扩大行动是唔捌动点过，台湾当做的就是一直累积防卫实力，让他感觉到说，明天可能不是一个最好攻台的日子，这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累积我们的实力。他的对台政策还是以这个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来做准备。面对中国的威胁，邱水正强调，咱国做上歹的打算、上好的准备。顾立雄表示，爱维持有够大的实力，阻挡侵入，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中国籍争议的民众党立委李金秀8日伫立法院质询的时，官员是拒绝备询。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今仔提出公决案，谴责内政部长刘世芳，嘛要求甲民进党内政委员会调一委员入批的以上纪律委员会。民进党的立委是批评讲李金秀唔拿资格有问题，提案嘛出状况，议事的规则拢无了解。陆委会他们已经有预告说，下周的话，他们跟内政部做法一致。民众党中配立委李金秀资格争议，伫内政部拒绝接受质询了，陆委会也表示同款立场。李金秀正不满23日的立法院国事论坛，叫民进党唔通歧视。今天如果本席只是一般民众，能站上这个发言台吗？在此，本席严正呼吁民进党停止歧视与霸凌。不能再追杀陆配。陆委会是讲，真正剥夺李金秀权益的是对话，重申行政机关已经认定伊的就职资格有疑虑，也过尊重立法院的解职权。李强讲，民进党会让该解职，切人逮捕就会使。忘了我们司法 ABC 都知道嘛，无罪推论了。那你现在来讲，中选会已经发给他当选证书，他也宣誓了，他现在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为什么不给他行使职权呢？台湾民众党提名的李珍秀委员，没有所谓解职李珍秀委员的议题。那立法院在韩国瑜院长协调的结论也明确的表达，李珍秀就是一位合格的立法委员。民众党团要递案的内容有4案，结果李珍秀竟然写成共识案，到底知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法理上又不合格的人，凭什么当台湾的立法委员？民众党团不办最近的空气质询，提案谴责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要将内政委员会调回立法以上纪律委员会。拜一还是请李珍秀女士上台发言，那而且我也尊重行政院目前出示所有的法律证据。那很遗憾2个尊重换到今天民众党的一个非常无情的谴责。今日中选会是不是对李金秀提出当选无效之诉？中选会讲，你涉及重大或者是重要事项，会照规定提请委员会审议之后做出决定。这么就要等主委甲其他委员正式上任了，才会当开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46年前胡妈妈送予澳洲人饲的 Vanessa， 去年是返来台湾找亲人，嘛希望讲会当开予伊中华民国的国籍。也毋过内政部是表示讲需要有证据来证明讲伊是伫台湾出世的。今仔 Vanessa 是提出出世的证明，有中华民国的护照。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讲会来确认，若是讲有问题会当来进行 DNA 比对，开予国籍应该是袂有上大的问题。Again, to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please do not make this trip to Taiwan be for nothing. Please reinstate my Taiwanese citizenship
and reverse this cruel and unjust decision. 向内政部发声，经恢复伊的国籍。中文名王文的Vanessa Myers，46年前和亲生老母分予别人饲，由澳洲的家庭收养。去年回来找亲生老母，申请换台湾的护照。外交部高度重视甲协助，内政部煞拒绝伊恢复国籍的申請，伊提出出示證明甲台灣護照的正本，希望會當有轉機。I am a victim, sold to another country as a small baby without any say in the matter, and now the government has effectively erased my existence. But I am a daughter of Taiwan. 他当时的中文名字叫做王文，他的出生证明，他是在台湾出生，台北市出生。按照我们的国籍法，他本来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Vanessa 表示，伊和澳洲人收养，到澳洲3年了后，因阿公以不是申报户籍的理由，在1983年申請注銷伊的户籍，也有甲澳洲家庭的收養關係。這支內政部無查核，就照單全收，強調伊家己就是台灣的查囝。出生证明无法做最后的确认的话，我们会建议是否采取用 DNA 的方式，也就是说让他在台湾的生母或生父呢用 DNA 确定的方式。那如果可以的话，回复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国籍，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刘世峰表示，内政部会用同理心极力协助民众等相关单位，当地确认出示证明的证据，也是用 DNA 确定的方式，要恢复台湾的国籍，应该袂有上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3月20日，旧历2月初2是土地公生，嘛是24节气的春分。受到方面影响，北部、东部各恒春半岛会落淡薄仔雨。礼拜二就较稳定，也毋过气象署嘛提醒讲，礼拜甲后礼拜3，金门马祖各西部透早会有蒙雾，所以塞车就爱特别小心。现场的人吵，这是南投出名的泡面土地公庙，大家来拜拜求平安，阁会当免钱食泡面。拜五是旧历2月初2是土地公生，嘛是民间讲的头家。台语有俗谚讲，食尾鸡面悠悠，食头家脸喙鬚，意思是讲食尾鸡时阵烦恼工课有变动，若食头家时阵员工喙鬚目笑，毋免烦恼，互人撕掉。嘛有另外一句俗谚，号做头家无做尾鸡空。尾鸡无做年年空，这句话是强调头家祭拜重要性。逐年的2月初2，第一拜做嘅叫做头家。这天一般来讲，拢是去拜土地公，因为土地公生日啦。做生意人感觉第一天拜土地公，伊的生意会较好啦吼。3月20嘛是24节气的春分，气象署指出，这礼拜天气变化较大，拜五、拜六受到方面的影响，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部分地区会落地渐雨。礼拜方面离咱较远，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渐渐变稳定。不过东半部山区也是有可能会落雨。至于在未来1周的话，在明天的话呢，大致上降雨跟今天都比较类似，不过东边的水汽是变得比较多一点哦。那到了3月22，环境慢慢的转偏东风之后呢，东半部地区是迎风面，都还是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阵雨的状况。不过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以山区的午后零星阵雨为主。气象署嘛提醒，礼拜到后礼拜3，金门、马祖甲西半部透早会大雾，凡势会影响视线，提醒驶车都要注意安全。记者郭金阳、王志光、王英修综合报道。最近雨水少，水情是真紧张。来看南投日月潭水库，水位已经降到真正力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嘛指出讲，若降到740公尺以下，就准备要甲码头关起来，游船嘛停止营业。这水库无水后地出现的死卡，目前的水位嘛会让看到6只死卡咯。国际上正出名的旅游景点日月潭，最近因为欠水，水位直直降低，因为无水。9只四脚贴悬悬的所在，即马已经会当看到6只。1、2、3、4、5、6只。大酷啊呢？你感觉较会影响到这淡薄景色？我感觉袂了，特色不一样嘞。但是看到淡薄担心啦，水量变少了啊，这边的饮用水会影响到啊。差真多啊！差真多啊！无应该较侪水，安尼风光明媚的更漂亮啊。台湾目前进入大水期，加上今年春雨较少，日月潭现主时水位已经降到741公尺左右。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指出，若准水位落到740公尺以下，就会考虑把码头关起来，坐船游览观光的服务嘛会停止营业。
即马日月潭水库的水位降至72公尺，因为码头的桥会变得较狭，所以爱请来日月潭佚佗的游客会使特别注意家己的安全。因为水位下降，日月潭水面嘛出现着两种色水，部分的所在看到黄色的土水色，那亲像阴阳海。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强调，这是因为水位下降。布外边的图显现出来，水开变色，嘛显示着大水期的危机。提醒大家，这段时间水爱欠啊用。记者洪延修南投报道。再来看西部，今年寒人的雨量嘛是75冬来上少的，也毋过台北市的翡翠水库的水量目前是阁有9成低。政府伫过去20天开232亿来换光线，漏水率是对27%降到10%以下，所以即马逐天得当来提供台水公司90万吨的水，予附近的地区使用。民国91年迄届可汗，和台北市启动53天分区供水，翡翠水库一向免惊无水，煞互人看破。北水处决心要改善水网，20天来投入232亿，要来淘汰老旧的管线，漏水率对原本的27%，去年降到9.98%。今年台湾西部面对75冬来冬雨上少的降雨量，翡翠水库的欠水量竟然阁有91.33%。北水处表示，会阁继续开10天改善，剩余的1200多公里都把它全部汰换，对漏水的一个再进一步的减少到7%。北水处改善漏水率比台水公司营运的成绩较好，即马水情无理想，阁爱支援基隆甲新北市部分地区。台水嘛坦白讲，好佳在有翡翠水库的支援。我们一天要从水处这边拿大概90万吨以上的量，如果没有这90万吨以上的量，要找水找得很辛苦。今年新店苗栗的水情较严重，翡翠水库的水敢有可能进一步南送支援呢？水利署表示，那翡翠水库会当扩大供应，甚至是到桃园的北部，就会当甲石门水库的水省落来。石门到宝山这一段的工程，117年或118年就可以来发挥功能，所以未来翡翠水能不能再继续来扩充它的功能，我们是期待的。一届可汗地区分区供水，和北水处雄雄感觉翡翠水库搁较侪水嘛，袂堪伊白白流失。伫30天改善计划，明年要缩短做20天，工课搁较艰难。毋过投入的经费，即马伫欠水的时发挥功能。比较20天前，去年减少的配水量，等于每当省2/3的翡翠水库欠水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央银行头一季的理监事会议是宣布讲要设法来放零房贷的管制。今仔开始，民众买第2间厝，贷款对5成，调悬到会当贷6成。专家嘛认为讲，这会当淡薄来提升目前房市的交易量，嘛会当来消透想要换厝民众资金的压力。伫去年，全国厝的买卖移转的数目只敢若剩26.1万栋，创最近9年来新高。因为今仔会影响房市，央行宣布自20开始放零第2间厝房贷上限，第5成增加到6成，互要换税人减1成的自备款。如果说呢，现阶段仍然在这个排波上面要等待一段时间，它其实呢也不太可能有所谓的这种 V 型反弹或者是报复性买盘的。专家认为，央行略略放零房市的管制，2林区的厝价是未受影响。不过，伫新兴区域就要注意建商是不是因为看到买气有回升，造成新兴区域的厝价颠倒袂共。房市注册专家认为，央行对换厝人放出友善的信号，互房市的信心小可回升。和民众较愿意想要换厝，市场交易量小可会当回升。民众的购屋的负担等等，如果还没有一个明显的下滑或改善的时候，我们的确不认为有任何应该下修的理由。民间团体认为，央行的压力是因为民众对高房价不满。因为传统开发商如果因为信用管制，房市交易量急速而反弹。所以政府无应该下收房市信用管制，一若放零第2间厝房贷当时当有效果。专家讲就要看520这个档期。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女子搏胜区金牌林玉婷，因为性别检测争议，已经真久无参加国际赛了。最近世界搏胜区联盟医疗委员会嘛已经通过讲林玉婷会当来参加月底亚洲搏胜区金标赛。
亚洲保险区锦标赛3月28要伫蒙古来举行。巴黎奥运摕到金牌了，已经1档6个月拢无参加比赛的林玉婷会来出赛。针对性别检测的争议，去年协会是提出申诉。世界保险区联盟的医疗委员会即马嘛已经同意讲林玉婷是会当来参加比赛。即马代表讲林玉婷应该嘛当来参加今年9月伫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再来看目前陈林川哦，因为伫甘保济直播，佮骗观众讲伊互绑票，互当地政府关起2档，昨暗互遣返。因为伊个涉犯刑案，互台湾的警方通缉，所以伊一落飞轮机就随互警察带走。警察伫边仔戒备，以上嫌犯，伊是外号合作暗安行的梦情陈林川，也个合作安闹的罗祖宪，两个人伫甘保济出国了后，飞轮机才打转来，就去互警察带转去。继续侦办。我觉得我的方式用错了，这2年来在里面想很多，以后可能会改变我的创作模式，会让大家会看到我慢慢改变的一面。伫镜头前，会师弟讲因真正是做唔对啊！2档外前，2个人去到甘保济开直播，家己伫遐搬戏，讲啥物去用抢劫、去用绑票，事后就去封抓，因2个规就来甲人会师弟，啊伫咧当地去用依照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封抓入去关2档，啊即马去用关出来啊，封遣返转来台湾，啊毋过甘保济官方煞无提早甲咱讲。其实在很多重要的国家，我们都不会有这个邦交的议题可以直接介入，所以有时候从外交的管道去找他们外交部的时候，就第一个遇到阻碍，要想办法绕过这个瓶颈，所以就是要由我们的联络官，他平时建立好他自己的联络管道。甘保济忽然间甲人送转来，刑事局回应，驻越南乌志明市的联络官已经私底下有透过管道掌握2个人转来台湾的时间，啊，毋过这2个人一落来，就搁去用随掠走，因为因2个伫台湾总入去人兜咧舞代志，涉嫌侵入主体甲毁损。那个地方是以前小偷都会去偷嘛，保险柜那些抽屉啊，全部都被拿铁锤敲坏了。他说是不是我用的？我说不是。探险还是要去别人的土地探险，这一点的确是对于社会大众观感不好的地方。这个的确是我的问题。2个人飞去甘保济了后，因为团还袂到，检方来发布通缉。即马经过复审了后，暗安家仔已经去方限制自己。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起价990医美诊所熊熊关门，伫桃园的诊所嘛关起来。消保官嘛表示讲，桃园目前是已经有70件消费者来申诉，呼吁诊所的负责人应该赶紧来公布退费的办法，嘛应该赶紧来出面处理消费争议。铁门救落来，徛桃园中正路的知名医美诊所990无预警停业，部分消费者才拄入卡寄钱，或者是付定金买医美服务，却无后续，损失真大。3月2号的时候就来咨询，他说要13万7定金，已经付4万7200。目前知道我们桃园有多少人受害？我们目前消费者服务中心呢收到的申诉已经超过70件。消保官表示，在目前已经受理超过70件消费者申诉，嘛甲卫生局实地调查，确定无营业。呼吁诊所负责人赶紧对外公布退费的办理办法，包括计算方式、甲退钱的期限，积极处理消费争议，更应该让消费者甲放伫诊所的私人物品、甲已经买的产品退回去。消保这边目前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我们已经紧急发布了消费警讯请消费者，如果你是用信用卡付费的方式，就是背景相关的佐证资料，向银行去申请信用卡争议款项，来减少自己的损失。伫这个即阵也未联络到诊所负责人，不日个风声要接手经营的福普金丝诊所保会，强调伫知影990诊所停业了后，原所在无人要做，甲厝主直接承租的代志，目前也咧规划阶段。2间诊所无股权买卖，或者是债务承接的关系，嘛请消费者莫阁敲电话去骂。记者综合报道。年癌末是咱国内女性发生率排头名的癌症。中研院追踪研究20档，发现讲生活中定定接触塑化剂、代谢歹再加上月事14岁进前就来的女性，得到年癌的风险会悬出一般人7倍。
早顿店的豆奶下晡搁来一杯咖啡，就算用纸杯啊，但是嘛有可能甲塑化剂食落去腹肚内。最近中建议做一份将近20年的研究，证实塑化剂和灵感的风险有关系。研究发现，若是3项条件同时存在，分别是塑化剂代谢歹和头一摆过境来的时间伫14岁进前，灵感的风险会提悬7倍。本来我这项的时阵是1.71倍，2项拢悬的时阵就变成2.68倍。若是讲伊的第一次的月经过来较早的时阵，这个风险会到7.52倍。这项研究由医师陈建林带领，对1991年开始收集12000名妇女的检体，透过20年的追踪过程中，若发现研究的对象得到灵感，因就会去冷冻库提出检体来做分析。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拢是在病人着病了后，再来提伊血还是尿液吼。但咱就真歹来讲，到底是啥物先来吼？是先着病，还是先食着塑化剂？中建议指出，代谢功能歹的女性相对真歹代谢身躯的塑化剂，这款差异和本身的体质有关系。中建议提醒，若是高风险族群，尽量用白体的产品，也爱加强灵感的体检。记者陈选林巧凯台北报道。来看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出世场的流浪，可能是风上头落，流浪落落去，造成1个人死亡。另外，巴基斯坦嘛因为落大雨、做大水，嘛造成19个人死亡。落落来流浪伫拢是西山坡顶悬石几啊连才停落来，大家较紧过去看。瑞士有名景点铁力士山的出世场，18发生流浪落落来以外，有看到民众讲，迄当阵当地爬的流浪是拄着时速80公里的透风，造成车厢害甲真厉害。无想到流浪后壁竟然对更速顶悬落落来，摔落来山坡落尾是掉伫细堆才停落来，车来一个61岁的查某乘客受伤相当不治。Unfall hat auch der Bahnbetrieb eingestellt werden, so dass wir Personen aus Gondel evakuieren mussten. 警方除了随调派直升机做救援，嘛紧急撤离受困伫其他40个车厢内免200个乘客，互所有人拢平安返来地面。但是事故的原因到底是啥，阁要等警方来厘清。镜头阁转去巴基斯坦上大的城市克拉赤，特别是拄着强烈的大雷雨来侵袭，市区变作规片海，车嘛敢若会当撩水通行。搁有真侪树仔互透风扣甲断去，甚至传出有厝倒去，要20个人无命。अच्छा रात 10 बजे के बाद ये कराची के अंदर सिलसिला एक शुरू हुआ बारिश का तेज़ हवाओं का जिसके नतीजे में अब तक जो है वो 2 खातून समेत 16 अफराद जाँ बाक हो चुके हैं। मज़ीद ये है कि 115 पर इतलात मौसूल हो रही थी मुख्तलिफ जगह पर साइन बोर्ड गिरने की और दीवार गिरने की。另外，无正常的天气嘛，伫美国的南加州发威，3月春天还未结束，洛杉矶已经出现摄氏33度的高温，其他地区的高温嘛有可能来到38度，互当地居民讲真正袂堪进。It's horrible. I don't want to imagine on July. I'm probably gonna be out at the beach all the time. On work too, it's gonna be horrible. It's gonna be pretty hard. It's too hot to be March. 洛杉矶当年这个时阵平均的上高温，常常拢是伫15度到20度之间，热映来到这么紧，真正是真罕见。当地气象单位警告讲，高温的天气会持续到拜5的暗时，到时可能会阁创历史纪录。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屏东万丹国小传出食物中毒，43学生佮一个老师哦，伫拜三食到了后，有真侪人吐佮流，佮有学生啊带医院。卫生局昨晚已经去厨房采样了。画面看到家长陪囡仔去病院看医生，囡仔有的吐，有的腹肚痛，因拢是屏东万丹国小的学生。对18暗时开始，未少人出现流甲吐的情形，惊是营养午餐的炒饭有问题。学校赶紧通报县府教育处，统计有43位学生和1位老师无爽快，其中有2个学生住院。目前，我们学校的供餐人数是有999位，疑似就是学生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大概目前有41位的，但是现在都已陆续复原中。其实那个昨天的人数44到今天的41，其实是没有往上增加的。小朋友就是有肚子痛，然后有呕吐这样子。是。对。啊，你们家小朋友有吗？目前没有。对，还要持续观察。这摆受到影响是4年啊占大部分，4年4班和5班一半以上的学生拢请假。卫生局19透早就派人进去学校厨房做采样调查，嘛要求学校暂停煮中昼，这2天厨房进行2摆消毒，确认无问题，才会使恢复中昼顿。
命学校厨房暂停作业，进行环境清消，且需确认环境改善通过复查后，使得恢复供餐。后续将依规定将相关事证移请屏东地检署侦办。校长讲，因为这间团膳公司有冒万丹国小、德林分校和兴华国小3间，目前只有万丹国小出问题，怀疑有可能是落炉病毒。校方会请老师提醒学生囡仔爱较接洗手，注意卫生。不过到底是食物问题，也是病毒感染，搁要等卫生局公布调查结果。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看国道3号新竹系统，昨午2台轿车搁1台国道的施工车相撞，是造成2个人受伤。有驾驶是表示讲，伊有使用自动驾驶哦，无注意到头前的车。专家嘛提醒民众，就算是使用自动驾驶哦，双手嘛袂当来离开行道路，就爱随时来注意车况。画面中会当看到其中1台车已经弄甲变形，规台车颠倒头变过。代志发生伫拜四下晡，姓林驾驶的白色轿车疑似无注意，头前有国道施工车辆在咧内线进行抠草作业，白色轿车先弄到另外1台乌车了后，搁弄到国道施工车辆，造成2人受伤。驾驶自小客车行驶内侧车道，疑未注意前方进行之除草作业。先碰撞前方省男76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再碰撞林男47年次驾驶之施工车辆肇事。经警方初步了解，林男当时有开启行车驾驶辅助系统。专家提醒，系统主要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在使用时，双手千万袂当离开行道路。那个名词本身就是告诉你是有人帮你。那你如果碰到气候很不好，第一轮就是侦测就出问题了。你如果雨下很大或者雾很浓啊，这是我们在习惯容易碰到的2种状况。类似人类的眼睛嘛，它电脑一样会看不到那些车道线，看不到那些标志啊。科技进步，即马真侪新车拢有辅助驾驶系统，也不时传出类似的车祸。专家表示，台湾的交通较复杂，提醒驾驶也是爱不管时去注意道路的状况，才当提升赛车的安全性。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即马已经愈来愈少人在寄批信咯，中华邮政嘛拼转型，今年5月底来启动 A7的物流园区，来提升物流的竞争力。中华邮政工会嘛表示讲，业务量是增加真侪，有真侪员工拢无法度正常休困，所以目前公司嘛要招考半日制员工来增加卡手。车马库要来载包裹，中华邮政即马拍拼咧做转型，因为旧年的电商包裹也有快捷的邮件增加3成。中华邮政工会讲，目前第一线的卡手是真无够，呼吁资方爱赶紧补人。比如说我们台北邮局应该有4000人、4300、4400，事实上我们现在大概4000人而已。包括高雄、台南，几乎所有的局都这样子。外勤同仁要休假都没办法很正常。中华邮政即马是咧考半部的内勤人员，互因来做半部，主要是要来应付即马电商购物的货量增加，比如讲这柜台或者是处理邮件，伫咧尖峰时段人拢爱增加。参像台北邮件处理中心的客，这个月级是18930块，有道健保也有年终奖金。主要工课的时间是伫咧暗时，因为这个业务的特性，所以有可能爱轮暗时9点到半暝1点，或者是半暝1点到早起5点的班。特别尖峰的时刻，他会欠一些人哈，比如说晚上啊，或是比较早的这个时间哈，所以我们这个半日制事实上来补那个前日制在尖峰不足的一个部分。邮局讲未来嘛是会向请规工的卡手为主，为着要应付今年5月开始 A7邮政物流园区上线，人一定会考较欠。目前当咧评估是毋是要从1年考1摆，会招考改做是2摆。因为即马佫拄着退休潮，主管嘛咧欠人，这嘛是真有挑战。另外对着工会反映讲，这个邮资伤过低，应该爱起。王国在回应去年邮局赚101.54亿，目前主要是以提升服务量，也有品质做目标，短期内未调整邮资。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凯美丰泰北江溪放弃台南后壁有60多公顷的农地受到损断，到达阁无法度种植。虽然已经有请人来清蓝土，也毋过去年定定落大水雨，所以到今年3月底才会来完成。农粮署嘛表示讲，会向行政院来争取补助，补贴农民的损失。
眼前的后壁区上家当将近60外家餐地，对准年开辟丰泰北江溪办化了后，餐地就安尼趴荒，农民无奈讲水沟甲排水设施损害甲真正力，因根本无法度落去整理。虽然中央拨款1亿由市府来清蓝图，原本去年9月完工，因为去年丰泰加上落雨也讲大雨，工期煞延到今年3月底，餐园到达也无法度建造，互农民真着急。因为你水沟，即马你水沟的宽度要空偌宽偌深，咱唔知影。你水沟要先裂开空起来，咱的田到我咧就水沟啊，就水沟咧做到食水地、食水食会着啊。啊，你已经3冬啊，3冬拢无法度互因种，也是毋是讲今年度要拜托政府哦，佮甲因补助一下。都像咱放球茎安尼啊，哦，放规间。都拢无哪补啊，妈咧，啊，就是人拢人嘛爱补，鸡仔冇赚，无所都毋能讲种老人要哪生活啦。针对工期延后影响农民建造的收入，有民代替农民向农粮署争取，要求把原本的休耕补助案佮延长1冬，包含今年头1期佮第2期的补助。农粮署讲会向行政院争取来补贴农民这段期间的收入损失。考量地方近期反映，就是有部分农地还没有复原，再加上说灌溉沟渠也正在整治当中，所以我们近期会再向行政院争取115年可以延续专案休耕的措施，来确保农民收入。除了争取补贴，恢复灌溉设施才是复建的关键。目前当地的邦鼻支线顶3条重要的水线，早就互土沙呆掉了。农电水利署回应，目前有核定要1000万的专案经费，等市府验收完成，水利署的工程得随进行，相关单位全力赶工。没有这片受灾严重的后壁农地，会当早日恢复原本的模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国内蒜头特别大出咯，也毋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阁有病虫害，所以产量是减少，农民损失真严重哦。农粮署嘛拍算要来收购，来稳定价销，要收1000万斤，一斤至少28块。也毋过嘛，呼吁农民就毋通赶紧要卖掉，会当先家己行好打，价销好哦，才阁放出来。即马豆豆进入国内蒜头的采收期，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价销嘛比成本较低。地方民代接到蒜农的真情，希望农业部协助渡过难关。农粮署伫个让9冬了后，搁再收买蒜头来稳定市价。这上介少基本费，上介少1分地爱5万以上。安尼，但咱本钱哦，工钱是无算哦。相关的配套甲措施就对，最主要也是要确保咱蒜农的收益，这是同重要吼。农粮署表示，目前云林产地淡蒜头价销一袋斤24块至28块，比去年一袋斤32块更加低。加上这几冬肥料甲农药价销也悬，真侪农民是叫苦连天。农粮署会辅导蒜头产业切入联名等协会，到收买1000万袋斤的淡蒜头。大概就是说，针对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稳价措施的部分，我们大概已经有预定好那个规划书，大概就是说，我们大概要做那个，这个是数量是大概是1000万台斤的一个试算的一个收购，台斤28元以上的价格来向农民收购。采收期的期间吼，嘛有足侪进口的蒜头爱冲击到咱本土的蒜头啦吼，安尼就影响到阮这蒜农的这个权益。农粮署嘛讲，收买上限是每分地2800袋斤的淡蒜头，而且农民爱有种植登记才会当申请办理。最近受到东东战争的影响，油价起悬，航运成本增加，进口的成本嘛会较济。国产的蒜头后续应该会更较好价，呼吁农民莫急要卖，会当先行打，才阁慢慢来卖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去年6月，台中的中区有厝主在拆厝整地，发现亲像有100多栋历史和国山台中市的遗迹。也毋过，伫今年2月，台中市的文资审议是认定讲无文资的成分，早嘛已经拆掉了。民意代表甲文史工作者是认为真拍算，嘛批评讲目前文资认定佮保存的天数应该爱检讨。同基区进场拆厝进行清运，文书团体估算有122栋历史的福国山台中市残存的部分，已经变做一堆下坡啊。附近民众讲，台中市府无指定做古迹，无登录做历史或者是纪念建筑了后，人伫国外地主就请代理人整地，按算要做停车场。看到那里不是古迹，人家不是市政府有去查，对不对？查的不是，人家就可能就屋主就想自己要做什么嘛。
福国山台中市徛台中中区，去年6月地主拆铁厝的时，才意外发现台中市府家己做鉴定古迹，经过文资委员评估，认为福国山台中市主体已经无伫咧啊，周边的环境嘛改变真侪，所体无取到文资身份。不过同时出土的大雅凤州回旋笔，刷去代理分抢保存，明代批评无指定做文化资产，无代表无文化价值。文书工作者讲真可惜，认为本案甲天外天剧场真相像，市府应该将福国山台中市列做历史建筑，或者是甲民间佛师合作异地保存，会当甲珍贵的台中记忆保存落来。太可惜了啦，因为可以证明当时那个是整个街口都是富国山台中市的位置。建议市政府团队和那个文化资产的小组依法不能保存的时候，跟民间沟通，找出一个可以异地保存的位置。台中市文化局表示，这个建筑应该是日本时代台中市附属建筑的遗迹，过来会照文资委员的建议调查甲记录，嘛尊重所有权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台南后壁火车头是台南市的历史建筑，也毋过去年台南市风台的时候受到真大的破坏。台铁是将近1000万要来进行修好的规划设计。台铁嘛表示讲，后续会向文化部来申请补助修复的经费。用2支铁条摕咧，就惊阿鲁米架向落落来，会去伤到坐车的民众。台铁后壁车站去年伫台南市风台受损长，地输站内厝下排水管甲天棚歹去，台铁先紧急处理一部分。毋过为着要保存这栋台南市的历史建筑，台铁嘛筹募988万元，要来进行修复工程的规划设计。年底之前会完成一个基设的动作。基设的部分我们会做一些讨论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如果为了缩短时间，可能我们跟市政府来通知，一起来讨论，来缩短一些审查跟修正的时间。台铁后壁车站是1903年起的木造车站，伫1941年嘉义中部地震的时损坏。目前木造的日式站舍是1943年订建的，是台铁车站内面真少数阁留落来木造日式站房。搁伫2005年，互人列入于台南市历史建筑。为着安尼，民代嘛伫19去现勘后壁车站的修复计划，要进一步提升后壁车站的文资保存价值。做一些紧急的一些保护啦，这样，毕竟整个一个经费的争取需要一点时间。文化局这边会协助台铁公司这边来向文化部来争取经费的一个补助。去年风灾了后，台铁初步检修，佮进行现况调查，预定4月进行完成修复工程规划设计，佮建造技术服务的招标。明年修复工程设计完成了后，爱搁送台南市文资审查，台铁会筹募修复经费，嘛会争取文化部补助。修复工程预定2028年底完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动画电影《K-pop 男模女团》哦，毋但伫全球受到欢迎，今年嘛得到奥斯卡奖的肯定。这出以韩国做背景的电影，嘛成功带动韩国首尔的观光。有真侪迷众哦，去找出捌伫电影内底出现的古迹甲场景。华丽舞台、迷人的歌声，男模女团挥扫全球影坛。伫现实世界中，这个风气嘛为大荧幕烧起到首尔。片中主角开场的汉阳都城，伫奥斯卡大奖的加持下，已经是亚迷心中上夯的朝圣地。It was a scene in K-pop Demon Hunters where they sung Free. I thought the location was very beautiful, and I found out that it's a real location. So yeah, came here. 行伫首尔乐山公园，对遮侪游客来讲，唔但是对青，嘛是对韩国历史文化的深入体验。Adds interest to different places that we can go and see, and then my kids and family learned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Korean culture from the movie, I guess. So it's kind of nice to see it. That it's not just Disney and Pixar and stuff like that. That it was a show that no one really expected to become bigger at least. 影视作品甲古迹加持做拍开热点，伫爱尔兰几来做老灯塔是找到观光的新定位。徛库克郡海岸线有100年历史的嘉义角灯塔宿舍，已经转型做精品旅社。Can you imagine waking up
to this view, but having this as your workshop, this is where you work every day. 为热门影视场景到历史建筑再生，美丽历史建筑当变成做现代观光新地标，守护历史常时吸引全球旅客行出都市来到偏乡甲文化遗址。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下晡8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华北地区上低13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